摕三成两哦，我才袂参这用啊事哦呀，啊无老的啊，累死两只狗仔，都爱用你偌济气力啦，啊你啰里啰嗦，较掂咧啦，对我行就对啊。好啦，行啦，行啦。遐两只狗仔，遐乃剩一只呢尔哈？哎哎哎哎呦，无啊！少年的啊，无来你是安怎？我腹肚疼，啊无食啥物件，那腹肚愈来愈疼。哎呦，这毋是叫做腹肚疼，这叫做腹肚枵。哈，腹肚枵啊！哦，我即马才知影讲腹肚枵的滋味就是安尼啊！哎呦，老的啊，这个少年的哦，讲话阁足趣味的哦。趣味，即马人有物件来食上趣味啦。哦，哇，你拄啊买迄包摕互食？对，无，这。紧的啊！好啦，好啦。啊，毋着较紧。有啦，你摕啊啦，哎呦。哎呦，打。用落来遮艰苦嘞。来，这包互你食，食了就袂艰苦。哈，这啥的？果啊！果啊！嘿，这食的。啊，你哪爽？哈，怎么这会食袂食？你毋知？会啦，会食哦。无啊，你毋当即摆钱仔就是会假死。来，水，你落摕者，会死啦！无啦，水来水。哎呦，这看一色。诶，迄两个敢毋是武功绝顶的基山上喏？王七公甲王七婆，为什么大哥哪会甲因斗阵呢？安怎？食了有感觉趣味无？真趣味，我好食，足趣味的。啊，真趣味哦。我要互你无趣味，
讲听的哈。你即马食饱嘿？我食真饱。呀，你若食真饱，我就要互你做把鬼。两位老前辈，我这位兄长，伊是一个资代，如果若有得罪的所在，阮陪当在遮代替伊向恁赔罪，希望恁高抬贵手，了伊一摆。哎呀，唔爱咧多啰嗦，闪！兄弟，老高啊，哎，这个少年的吼，佫敖讲话哦，生做安尼聪明伶俐，哎哟，实在足有老婆啊，我爱缘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老的啊，你若临时说改变主意啊？哦，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我的性地，我规世人拢嘛是安尼，讲变就变，随时就变。哎，啊，你袂记你共摕3000年，啊，这代志你要。好啊，我无论安怎叫你今仔日撩迄个少年的。袂用的。安怎？你唔互我老婆的面子？啊，好啦。多谢二位老前辈，多谢。免。少年的，迄你今仔运气哦，实在有够好。好啦，家话免讲，咱来去行，阮要来去咯。唉。加载，兄弟啊，加载你紧来改位啊！加载你好运，啊加载我有迄个阿婆的运缘呐，啊若无哦，我嘛无法度甲你改位啊。对，兄弟，对啦，我即摆才想到，迄一天我要去找你啊，发现讲你已经走啊，你也实在害牛兄急切着要害去哦。啊，迄天我有代志，所以我才会先行一步。大哥，你原谅嘛。哎呀，牛兄哪会去怪你呢？大哥，哪会记得你一个人周勇呢？周勇已经惊拍无去咯。什么？周勇惊拍无去？你家己一个安尼伤危险啦？危险？是啊。我家己要哪会危险呢？我是讲你袂晓武功，当然嘛危险啊。我袂晓武功就危险，啊你咧，你家己就袂危险，无你敢就会晓武功咧？啊？我煞袂记你，我家己。唉。兄弟啊，你对故乡情意真啊，只为我担心，却忘你自心哦。我已见如故，相亲相近，可怜我无看错人。兄弟的友爱是应当啊，我担忧就勇是不知在何方，小弟陪你是去吹风，不见就勇我心头风。哈哈，兄弟啊，你唔免为心叹苦啊，受用的武艺并不差，保护自己不在为何，咱斗阵单勇去看景花。大哥，你咧讲什么？阮听陈勇声话送家中啊，有一位官贵名叫宋王，听我宣誓远近匡东哦，要为的努力，负的乱
话讲，阮的阿舅正是丧亡，哪会遮拄好咧？强化伊各位转土分封，走找周勇是上要紧呐。管伊啥物，强化就亲啊哦喏，我已经也讲过啊。秋勇伊的武功遐尼真好，伊自然家己会保护伊家己，你毋免去管伊秋勇啊。大哥啊！天地，你讲青花袂开花，我想吼，咱无嘛来去看一下闹热的。只愿的阮亲娘啊，过世早，无人的人生，阮送的彩呀。小姐，将心带事啊，你莫顾忌，你自己
秀娇，无路用，爹亲虽然糊涂，不过伊的脾气是真倔强。伊若是决定的代志，什么人也无法度甲伊改变。小姐，看来我是只有身败名裂，到死跪掉的命运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千万唔好安尼先想啦。若讲吉人自有天相，有听到这是有一位在马相传的龙骨，所庆花盛开，甲你结成美满的良缘，这嘛是无一定啊。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。是要去倒位找这款人呢？阿姑，别，请坐，请坐。阿姑，伊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名叫朱秀。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李先生拢会甲我讲过啊。李先生来过啊3天前来，啊对了，伊煞叫我甲你讲，伊住伫这个附近，随时会等来看你。果然李先来过，而且宋元贵分明已经被伊收，大哥的处境实在太危险了。偏偏酒用阁无伫。贤弟，你讲，迄李先生是什么人？哦，是一位几多年毋捌甲见过面的长辈啦。阿姑啊，啊？这次我离开厝内，就是要来找你借银两，好替阮阿爹行债。哦，无问题，无问题。看你爱偌济做你讲，阿姑永保你到到就是啊。但因对遐尔远来到这个所在，都爱加大2工啊。尤其是朱公主是一位喜客啊，留踮这个所在，互阿姑好好来甲伊款待一下。那呢就叫了宋元贵咯。讲啥物？你甲我的卫生是好朋友，咱看起来拢家己的人，唔免客气啊。卫生，是啊，伊是元贵的贵星，毋就是小姐你的表兄啊。爹亲若无请问，你哪有卫生？一定是你听唔对伊啦。这是我亲耳听，敢会有毋对咧？迄个叫做萧玉的人哦，一声阿姑长阿姑短，啊连咱元贵嘛叫伊贵星，这敢会有毋对？小玉，这个人伊是生做甚物款？伊真少年呐，身体是真缘投，毋过足幼秀的哦，啊水甲袂水甲一个查某囡仔。这就奇怪，咱宋家根本就无这款的亲情嘛。小姐，就是迄个啦。请。这拢是我的花园。哦，阿姑，因伫咧创啥物？因每一位拢是咱本城的富家子弟，因即马拢伫咧想尽办法，怎要互迄丛打气的庆花，搁再重新开花。小姐，迄个哦，就是迄个啦。徛在迄位迄边迄个吼，就是萧玉，就是你的表兄啊。是叫，你莫乱讲好，我根本也无表兄。另外迄个是啥物人咧？伊叫做朱秀，是恁表兄的好朋友啊。这个人容貌清纯，气质不凡，一定毋是普通的人。小姐，要你是讲恁表兄生了无好看是？秋菊，你兼讲表兄好，其实啦，我嘛毋是讲吼，这个萧玉伊人才生了歹，其实伊的容貌比迄个朱秀还佫较清秀，只是伊有淡薄仔轻浮，无啥先稳重的人人。对啊。
原来因就是要带宋小姐。是啦，那自从老夫宣布讲庆会选赛了后，每一天拢嘛真侪人来过，也毋过无甲一个人有法度通互这张庆会，搁再重新开放。不过我看这张庆会已经冷去啊，免有法度通开会咧。安尼敢是耽误表小妹婚期？迄就无一定啊。假使若是甲宋小姐有缘的人啊，自然这庆会就会搁再开放哦。真好！自从我宣布庆会选赛了后，也无人有可能通有这张庆会搁再互我。朱公主啊，你竟然有可能啊！哈哈哈哈！朱公主啊，我的查某囝彩霞，伊的性情现象，假使你若无嫌伊恰死者，老夫有意将伊的亲情来许配你为妻，毋知你意见如何啊？好，那安尼自修是你的竞赛，我就向岳父你参礼啊！